虔诚的听众，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坛经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53页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53页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9节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9节。就是解说甲甘美弄人新会礼拜会社，即马要来煞来解说下面，下面就是思有曰：逆若心未不见，闻善知识灭路。逆若心我即自见性。依法修行，你自迷不见自心，却来问我见亦不见。我见自知，期待你迷。你作自见，亦不待我迷。何不自知自见？乃问我见亦不见。心会再累。必以拜，求下过谦，福庆及时不离左右。即马就要来说来解说这道理。在前面，因为六祖慧能大师对新会开示，所以新会呢就向祖师该顶礼，该忏悔，该说谢。所以六祖慧能大师看伊讲这个囡仔安尼换啦，也是也搁再会教你，也搁再会看你，就继续来甲伊指导。甲恁讲六祖慧能大师安尼来去甲伊指责，新会呢就无欢喜啦，或者是讲新会呢搁再甲伊辩道理啦。那安尼六祖慧能大师啦。可能就未搁再进一步来甲伊说明这道理。思有怨，就是讲六祖慧能大师搁再对新会安尼讲啦，讲你若心未不见，闻善知识灭路。讲假若你呢，若是心未不见，就是讲你心未当好来见着。到底是袂当好见啥物呢？就是袂当好见到自己的心，袂当好见到自己的本性。若是安尼呢，就爱来问善知识，爱来觅路。觅路就是讲来找一条路，就是讲爱来向善知识来去问明心见性之路。使自己的心呢，会当好来了悟。伫遮所讲的意思啦，就是讲，假如因为你的心迷，你自己呢不见本性，也拿呢只好你都爱向善知识来请教。请教看要安怎样来明心见性。换一句话讲，就是爱来请教明心见性。修行的方法，也使你的心呢，会当好来得到了悟。讲你若心悟即自见性，依法修行。讲假如你若是心会当好来悟，这个悟甲前面的迷，这是一种的对台啦。讲你心若是有悟呢，就自己呢。会当好来见性，也自己呢就会当好来依法修行。在这个所在，心悟即自见性，依法修行。这个所在，我来甲恁各位补充说明，就是讲这个悟见性修行，这呢应该就是讲有这个前后的次第。那绝对呢，毋通家认识毋对的。心有觉悟啦，
当然呢，就会当互来明心见性，自己的本性，自己会当互来见到。但自己看到自己的本性，安尼并毋是讲代志已经都好啊，安尼就毋免搁再修行啊。悟甲正，这呢，咱爱家分开，爱家了解。你有悟啦，有见到本性啦，那搁再去修，修了呢，才会当互来证到本性。尤其是你悟后所修的呢，这嘛叫做正修。咱现在是一般众生拢无悟，咱现在是有伫咧修，这名叫做缘修啦。这个缘就是助缘，就是讲咱现在是伫咧修行啊，这是作为后摆开悟的助缘而已。因为咱现在是呢，也未啊得到开悟，也已经开悟了的人，伫咧修行呢，正是啊实实在在、真真正正伫咧修行。依照伊自己所明的心性来去修，也就是啊发自伊本心呢来去修行。也伫遮所讲的这个悟甲这个修，我伫遮呢来摕一个真正简单的比例起来说明。譬如讲，咱要来去到某一间寺，要来去拜，也是在山顶的所在，也咱毋捌去过啦。毋知讲迄间是伫倒位，不过呢，咱甲咱报路啦，讲你坐车坐到倒就落车，落车来搁来搬车，搬车到倒搁来落车，落车来向啥物方向伫行去，咱照来行。即马行到半路呢，到底即间是伫倒位啊？咱自己嘛毋知。知迄阵咱就去问人啦，比如讲附近伫迄间是。附近的人一定知影讲，即间是伫倒位咯。问讲某人请教咧，某一间是到底是伫倒位啊？伊就将手甲你举，就伫遐啊。咱看到啊，迄间是就是伫半山腰遐。伫咧半山腰遐呢，有一间是真正庄严。迄间是互咱看到，这就是等于遮所讲的心悟即种见性的披露啦。但是咱看到迄件事，是毋是安尼？就是讲咱已经到位安尼？毋是。咱看到迄件事，凡是搁离开迄件事，搁几十公里也袂定。所以你这几十公里的路呢，你都安那爱去好好一步一步来行，才会当行到死来去。你行到迄件事呢，你才会当完全了解迄件事内中的情形。因为无你伫外面看到迄件事，看是看到，只是看到外面。内中实在情形呢，你袂当好看到。那这也就是讲，咱虽然是讲心外当见性，你必须爱修，才会当好体会实实在在去体会到本地风光。这是六祖慧能大师对心会开示，讲你自昧不见自心啊，却来问我见亦不见。讲你自己袂，你自己呢袂当好来看到你自己的心，就是讲你根本自己袂当好平心见性，却来就是讲反倒转来。你反倒转来，搁再问我讲到底有见到，或者是无见到？就等于讲咱自己啊，无看到咱要去迄间庙，迄间是伫倒？你共喊讲，你有看到无看到啊？该共款的意思啦。你本身有看到了，你才会讲伫遐啦。到底你是有看到无看？毋知对啊。伫倒你都自己都毋知，你共喊讲你有看到无看到啊？这个心会啊，在前面问讲何相坐禅还见不见啊？就等于这个意思。根本你自己无看，就要吓人看到底是有看到无看到。这呢，只是啊，伫咧吓人而已啦。讲我见自知啊，期待逆灭咧。讲假如若是我看的咧，我自己的心肝会知。我看只有我心肝底自己知。哪里会当好代替你的灭呢？意思就是讲，假如若是我自己有得到平心见性，也你伫咧灭，
我的明心见性呢，并无法度好使你不灭啦。我甲你讲有啊，我有明心见性啊，安尼对着什款的好处啦？譬如讲，咱本身实在都无看到一个目标，咱问人讲你有看到无看到啊？人对方若实在有看到，伊老早看到，讲有啊，我看到啊。但是伊甲你应即句话，是毋是等于就是讲你有哪看到了呢？毋是。你还阁去找迄个目标，互你找到你实实在在看到，安尼才讲啊，我有看到。要若无呢，别人看到，甲你呢根本就不相干。所以慧能大师才甲讲五见之地啊，期待逆灭。讲逆足之见，也不待五灭。讲假如呢，你若是自己会当互来看到，就是讲你自己会当互来明心见性。要若安尼呢，也灭啊代替我的灭。就是讲你假如若是有明心见性，我无明心见性，安尼你看到，这是你看到，并毋是讲你看到就会当解决我的灭的问题。你看到是归你看到，我若是袂当好转变归我，也是袂当好转变归我，也是在迄个所在啊，伫咧迷迷茫茫、颠颠倒倒，就做慧能大师咧，就是咧讲这个意思。所以咱从这个所在爱了解，就做慧能大师也说法的巧妙。伊呢不但来讲心慧，也讲对自己来。先甲心慧讲，我若是有明心见性，这是我自己的代志。并毋是讲我明心见性就等于你你就开悟啦。那好多倒来讲呢，假如你若是有明心见性呢，我若是在灭啊，我归我的灭，也毋是讲你的明心见性就是等于我的开悟。六祖慧能大师安尼讲法，当然会当好使心慧呢心服口服。下面讲何不自知自见，乃问我见而不见啊？六祖慧能大师搁大家指责咯，讲你若毋自己来自知自见，就是讲你若毋自己来去了知自己呢来去见性啦，也搁再来问我讲到底我有看到无看到？意思就是讲修行啊，是你自知自见，这是上要紧。我到底见你不见啊？这根本跟你不相干啊！你问我讲见你不见是要创啥物呢？这完全呢对心慧一种的指责。心慧在内必以败，求下过欠。迄当阵这个心慧啊，搁再甲伊列下必以败，拢总啊败百外败。这就是表示讲，到这个所在，经过着做慧能大师的开示啊，这个心慧实在是心服口服啦。伊的一寡遐知见心啦、控告我慢心啦、这分别是非心啦，完全拢是消除啦。就是啊，确实要来求法啦。所以呢，向慧能大师虔虔诚诚啊，拢总拜百外拜。拜百外拜要创啥物呢？就是求下过欠，就是讲来甲求要来甲感谢，同时呢，要求六祖慧能大师呢，将伊的过欠呢来甲卸掉。那么这个卸呢，也是有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呢要甲原谅的意思。就是讲求六祖慧能大师来原谅伊的过失，伊的这个罪愆。因为在前面，这个心慧啊，10几岁囡仔可以讲就是毋知应该讲的话，无应该讲的话，哇！入面讲伊有听一寡佛法啦，就该讲出来。所以要咱俗语讲起来呢，就等于讲青眉牛毋惊大枪毋知讲无应该啊，对祖师呢这样讲无礼貌。但到这个所在，经过祖师来甲伊开示，经过祖师来甲伊教化，安尼伊的心呢，完全就降服了。结果呢，就福庆及时。
这个福呢，就是一种的这个福将。勤就是讲殷勤，急事呢就是讲凡事要爱什么物件伊就会当应付来甲做的事者。所以这个福勤急事的意思呢，就是讲伊将此就伫个所在来亲近着做慧能大师，就真正认真来甲做事者。也凡是着做慧能大师有亏欠什么物件，有需要伊来甲摕来甲帮忙来甲做咧，伊绝对义不容辞咧，真正认真来甲做，安尼叫做福勤急事，不离左右。讲伊呢就无搁再离开伊的左右左就是倒边，右就是正边。不离左右就是讲无离开身躯边啦。凡是要做一个事者，你一定爱住身躯边啊。你无住身躯边。伊要爱什么物件，伊亏欠什么物件，你根本袂当了解。所以咧，这个新会为着表示伊对着做慧能大师的这份的恭敬，伊就时时刻刻呢在伊身躯边，也真正认真呢来伫甲做事者。下面一日思过状元，我有一物，无头无尾。无名无字无辈无面，主人还实晓。心会出愿，是诸佛之本愿，心会之佛性。思愿向你道无名无字，你便换作本愿佛性。你向去。有八宝盖头，也只成个地界中道。这是搁再另外一段的开始咯。一日思过状元，就是讲另外搁再有一日啦。六祖慧能大师呢，对因遮的大众就安尼讲啦，讲我有一物，讲我呢有一个物件。这个物件呢，无头无尾。咱凡是世间的物件呢，应该是有头有尾啦。不过呢，这项物件却是无头无尾。咱世间的物件大部分拢是有头有尾。虽然不是讲100%，逐项拢是有一个头甲有一个尾啦。不过会使讲大部分拢是有一个头甲有一个尾。这个物件呢，确实也无头也无尾。那这个无头无尾呢，就表示讲这毋是一个物件，因为毋是一个物件，才是无头无尾啦。而且呢，无名无字，无名字啦。咱世间无论打一项物件，一定有个名，要有这个名，会当将迄个字来甲写出来。但是呢，伊这个物件确实无名，无法度好用迄个字来甲写出来。无背无面，这个背呢，就是讲倒面啦；这个面就是正面，就是讲也无正面，也无倒面啦。比如讲咱一个人面，就是讲咱头前的面咯；这个背就是讲后边较只偏啦，就是讲后边头前，就是正面倒面。但呢，这个物件呢，确实也无正面，也无倒面。主人还实晓，讲恁遮的人到底是知影这项物件，毋知啦呢？无头无尾，无名无字，无辈无面，这呢，应该就是无形象的物件。那这个无形象的物件，当然就是离开了言说上，离开了文字上，而且呢，搁再离开了心念上。就是讲这个物件，因为伊无一个名嘛，所以呢，毋是用过你的喙会当甲伊讲。无一个名呢，当然就无法度用过文字甲伊写。这就是离言说上，离文字上。那既然无一个物件，你用个心来去甲伊想，心去甲分别，
你到底是要分别什么？空空洞洞一无所有无所分别。叫做慧能大师问大家讲：恁到底知影这啥物件无？那这个物件呢，是一种的离名绝相。就是讲离开了这个名字，离开了伊的名，也超越于咱世间的这种种的形象，无形象，佮就讲做绝相。这个物件也是无解无说，就是讲无法度来甲解说啦。你要用个安怎来甲解说，拢不可能。咱世间看得到的，比如讲你目睭看得到的，耳孔听得到的，或者是你鼻孔闻得到的，你喙啖会到的，身躯所接触会到的，这呢，名叫做讲做色声香味触的五尘境界。若是属于五尘境界呢，有法度来用个解说。比如讲你目睭前看到一台收音机，会当甲你解说讲，这台收音机是偌大台。这台收音机呢，有什么款的性能，会当安怎去用？我都解说啦。你既然是离名绝相，都无一个物件你要解说啥？比如讲你基对迄个天的所在去，天呢空空这片的空空的天，有啥好你解说呢？当然无啥物件好你解说。这呢就是一种的清净本觉。这个清净本觉呢，无甲虚妄法来迎合，这呢是一种的不生不灭物件。毋是讲什么时阵生出来，什么时阵会无去。乃是过去如是，现在如是，未来如是，或者幻灭如是啦。那这个幻灭如是的物件呢，毋是当时生出来，也毋是当时会无去，所以就是不生不灭。当一时呢，无来也无去。讲这个物件呢，也毋是讲对什么所在来，或者是讲来了呢对什么所在去。这个物件呢，虽然是安住在迄个禅定中，却呢，毋是讲点点伫迄个所在拢无震动。虽然是安住在禅定中却是有伊活动的作用。为妙用，虽然在这个烦恼中呢，确实无散乱。你看咱人若是在这个烦恼中心一定散乱。但是这个物件呢，在这个烦恼中心呢是无散乱。虽然是在这个颠倒中呢，也未受污染。咱物件呢，若放在迄个有垃圾的所在。咱这个物件去过垃圾去，毋过就做慧能大师所讲的无头无尾、无名义、无背无面，这个物件虽然在这个颠倒之中未受污染，伊的本体乃是净光。就是讲这是一种的净化，也可以讲呢是一种的光明，一无所坏。伊这个物件呢，绝对未受破坏。这本来呢，毋是一个物件，本来呢也无一个名，也毋是一个物件。为什么伫遮六祖慧能大师讲我有一物呢？这个一物这是勉勉强强来甲伊讲是一个物件。因为你无甲伊讲是一个物件，你要安怎来甲表示你要安怎来甲表现无法度表现。所以只好就勉勉强强甲伊讲是一个物件，也无一个名，勉勉强强来甲按一个名，按一个名叫做啥？叫做强名曰道啦。勉勉强强甲伊号一个名叫做讲做道。在这个所在，六祖慧能大师问大家迄个时阵这个心慧就讲，这呢是诸佛的本源是心慧佛性，所以诸佛本源心慧佛性，这个也是在迄个无名中间甲伊号出一个名来。咱有一句字在讲做大道本无言，因言而道显。大道就是在指真理啦。
真理呢，本来啊无言说，就等于遮所讲的，本来无一个名。毋过你大道本来无一个名，要你若完全拢无有该好一个名，要安怎显示着真理呢？为着要显示真理啊，就有这个言说，所以叫做因言而道显。也人来讲起来，你这个物件，该讲无名，个人是对；要你搁较好一个名，也是无错误。佛法的奥妙呢，就奥妙在这个所在。但在这个所在啊，六祖慧能大师呢，却是讲无有一物啦，无头无尾，无名无字，无背无面。那这所讲这个无字，就是否定，就是该空掉。这乃是约三如来总讲起来，六祖慧能大师所讲，就是属于空如来种的道理。用这个空假中三体，六祖慧能大师所讲是属于空体。事实真理呢，是包括了假体，包括了中道体。六祖者所讲是只有约空约真理方面来给解说这个意义，来问这个大众，看到底恁知影这个物件是啥物，所以才讲做主人还是晓。注意看先听众，咱今日时间经到，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的这段经，就讲到这个所在。感谢最收听。祝诸位法喜充满。